大家好，我係賽馬會劉金會運動教練鄧 Sir， 同時我亦都係一個3項鐵人運動員同埋一個前蛙艇運動員。隨住年齡增長，特別去到50歲之後咧，保持心肺健康係好重要噶。心肺功能嘅鍛煉一定可以增加我哋嘅心肺功能先啦。第二樣嘢就係可以提升我哋嘅體能，第三就係提升我哋嘅新陳代謝，第四就係可以改善我哋嘅腦部健康。甚至咧仲可以減緩我哋嘅壓力啦，改善我哋嘅情緒。然而對好多朋友嚟講，天氣、關節負擔或者係場地限制都會令到運動變得相當困難。咁室內蛙艇機就係你嘅最佳拍檔，等你可以喺舒適嘅室內環境裏面安全有效咁樣進行心肺功能嘅鍛煉。蛙艇動作屬於一個全身性低衝擊嘅運動，同時亦都手腳並用。鍛煉到身體85% 嘅肌群㗎，同其他運動相比，蛙艇嘅動作能夠更加消耗自己身體嘅能量，同時亦都可以鍛煉身體嘅協調性。蛙艇動作係採用坐姿前後滑動嘅設計，適合站立或者步行嘅時候，膝頭哥或者髖關節唔舒服嘅人士，作為踏出運動鍛煉嘅第一步。對50+嘅人士嚟講，蛙艇機係一種安全有效提升體能嘅重要工具。初次使用蛙艇機嘅時候，要穿着合適嘅運動裝備，例如比較貼身嘅褲啦，同埋一對平底嘅運動鞋。太寬鬆嘅褲咧就會容易棘喺個軌道上面啦，而平底鞋咧就會讓個腳掌咧好固定咁樣喺個腳踏上面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配備防滑手套，去避免手汗而導致手把脫手，確保訓練嘅時候嘅安全。使用蛙艇機嘅時候，應該根據個人嘅情況，將阻力先調到比較低，然之後循序漸進咁樣進行訓練。可以先大約從10分鐘開始，慢慢拉長訓練時間到30分鐘。有一定能力之後，甚至可以加入間歇訓練，進一步刺激心肺功能。首次使用嘅時候，建議喺教練嘅指導下進行，確保你嘅動作係正確啦，運動嘅強度係合適你個人啦，以策安全。接住落嚟，我會為大家示範如何正確使用室內蛙艇機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先調整好腳踏嘅高度，然後小心咁樣坐喺座位上，並用腳帶將腳掌索緊，固定喺腳踏上面。蛙艇動作主要分為4個步驟。第一個步驟係入水。呢個動作會要求使用者將膝頭哥屈曲去到等於或者少於90度，盡可能令到小腿同地面垂直，手臂伸直，同時肩膊放鬆，避免聳肩，軀幹挺直並且微微向前傾。第二個步驟係驅動，記住大部分嘅力量來自於雙腳，雙腳喺蹬出嘅時候，核心肌群收緊，軀幹順勢微微向後傾斜，最後軀體後傾嘅同時，手踭屈曲向胸骨拉近。簡單嚟講，你可以記住腿、身、手作為驅動階段嘅發力次序。第三個階段完成，結束驅動階段之後，雙腳會完全伸直，身體微微向後傾。背部夾緊，手踭外展，手把貼近胸骨位置。第四，回復，先將手臂伸直，然後軀體微微前傾，手把喺膝蓋上方嘅時候開始屈曲。簡單嚟講，可以記住手、身、腳作為回復階段嘅提示。另外，你都可以喺蛙艇機嘅熒幕裏面得到相關嘅數據。首先，我哋可以睇到運動時間，熒幕會顯示你嘅運動時間長度，幫助你去掌握訓練嘅時長。另外，我哋可以留意到速度，就係每500米所需嘅時間。我哋可以從每次划動嘅時候，熒幕顯示每500米所需嘅時間，了解到自己嘅力量輸出，時間越短，力量越大。另外，第三樣嘢我哋可以留意嘅就係力量，我哋可以從伏特值了解到自己每一掌嘅力量輸出，數字越大，力量越大。第四個，我哋可以留意掌頻，我哋可以喺掌頻裏面知道自己嘅划掌節奏係慢定係快。賽馬會劉金會設有室內蛙艇機，全面幫助50+人士提升運動能力。
喺開始訓練之前，教練會提供1對1嘅指導同埋評估。喺每次進行室內蛙艇機訓練嘅時候，教練都會在場指導同埋監督，去確保大家嘅安全。想唔想認識一下我哋賽馬會流金會器械健體系統呢？歡迎立即致電我哋，等我哋建議你一個最適合你嘅運動方案。